1999您好，敝姓杨。1999很好，肖向阳。1999很好，肖向阳。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好，真欢喜为您服务，很好。真欢喜为您服务，很好。杨小姐你好。杨小姐很好，杨小姐很好。请教你，在我们这里，请到远，拖眼的两位，请到远，拖眼的两位。如果是我的父母照顾小孩，假使我也愛照顧成人，假使我也愛照顧成人，是否可以請領補助款呢？係咪是得請領補助款？係咪是得請領補助款？恭喜您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父母帮忙带孩子最好。也愛親手帶細人親好，也愛親手帶細人親好。俗話說，白天嬰兒有人帶，回家又是三餐熱。人講，日是鵝鴨有人吐，將來又係三餐燒。人講，日是鵝鴨有人吐，將來又係三餐燒。你才知道父母帶的好處呢。唔講啲也愛帶嘅好處呢。唔講啲也愛帶嘅好處呢。請問一下，先生貴姓？請問一下先生貴姓？請問一下先生貴姓？敝姓張。張先生您好。肖向江。張先生很好。肖向江。張先生很好。如果0到2歲的小朋友由祖父母照顧，假使0到2歲嘅小朋友由祖父母照顧，假使0到2歲嘅小朋友由祖父母照顧，可以同時申請中央內政部的補助。是的，同時申請中央內政部嘅補助。是的，同時申請中央內政部嘅補助及我們市府的平價托育津貼。同我們市政府嘅平價托育補助，同我們市政府嘅平價托育補助。請問是補助多少金額呢？請問係補助幾多金額呢？請問係補助幾多金額呢？內政部的部分是2000元到5000元。內政部嘅部分係2000塊到5000塊。內政部嘅部分係2000塊到5000塊。本市府是提供2000到3000元。本市府提供2000到3000塊。本市府提供2000到3000塊。小姐，謝謝你，我明白了。小姐落來遠，我知咧。小姐落來遠，我知咧。請問還有可以為您服務的地方嗎？請問還有是在為您服務該嗎？請問還有是在為您服務該嗎？你的說明很清楚，謝謝。也說明一清楚，羅拉。也說明一清楚，羅拉。謝謝您。羅拉遠，羅拉遠。祝您有個美好的一天。仲有一個好日，仲有一個好日。再見。講來了，講來了。